粵劇傳承，古腔之美與角色聲韻的變遷。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再次回到梨園舊事的溫馨殿堂。今天，我們將一同探尋粵劇世界中那些令人回味無窮的古腔魅力與角色聲韻的奇妙變遷。這是梨園舊事的第44篇，讓我們一起走進那段輝煌的戲劇時光。在粵劇的長河中，老一輩的名角們無不以古腔為尊，他們堅守着傳統，拒絕隨波逐流。那時的舞台，每個角色都有其獨特的歌喉，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武生的剛勁，小生的儒雅，花旦的柔美，男丑的詼諧，女丑的子母喉，每一種聲音都承載着角色的靈魂，讓觀眾一聽便知。然而，隨着時代的變遷，粵劇也迎來了新的挑戰與機遇。如今，許多戲人選擇以廣州音唱出平腔，各展所長。雖創新不斷，卻也讓人懷念起那些充滿韻味的古腔。想當年，小生唱上小生，花旦吟上奴奴，每一個上字都拉長了國語的音韻，響徹雲霄，直擊人心。值得一提的是，粵劇在改唱白話及平喉之前，多以國語音演唱，曲牌多為7字清或10字清的梆子中板曲，簡潔明了，易於傳唱。而古粵曲的用韻，更是以開口音為主，如支離、板雜等韻，廣闊而包容，幾乎適用於所有角色。老一輩藝術家們對此推崇備至，認為這樣的韻腳最能展現粵曲的魅力。然而，時代在進步，粵曲也在不斷發展。如今的粵劇既保留了傳統的古腔之美，又融入了現代元素，展現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藝術風貌。但無論如何變遷，那份對粵劇藝術的熱愛與執着，始終如一。在此，感謝每一位聽眾朋友的陪伴與支持。梨園舊事今日就講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分享，並訂閱我們的頻道哦。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在創作時如何平衡古腔和現代元素的比重？在創作時平衡古腔與現代元素的比重，是一個既富有挑戰性又極具藝術性的過程。以下是一些建議，希望能幫助你找到兩者之間的和諧點。明確創作目的與受眾。首先，明確你的創作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還是為了吸引更廣泛的現代觀眾？了解你的目標受眾，他們對古腔和現代元素的接受程度如何，這將有助於你決定兩者在作品中的比重。深入研究古腔精髓，深入了解古腔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和文化內涵，掌握其精髓和核心要素，嘗試在創作中保留古腔的獨特韻味和表現力，如特定的發音方式、旋律線條、節奏處理等，巧妙融入現代元素，在保留古腔精髓的基礎上，巧妙融入現代元素，如現代音樂風格、編曲技巧、歌詞內容等。現代元素的融入應自然流暢，不突兀，與古腔形成有機結合，共同提升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注重創新與傳承的結合，創新是藝術發展的動力，但傳承同樣重要。在創作中，既要敢於創新，又要尊重傳統，嘗試在傳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如對傳統曲目的改編、對古腔技法的現代詮釋等，多次試驗與調整。創作過程中，不妨進行多次試驗和調整，嘗試不同的古腔與現代元素組合方式，通過反覆聽審、修改和完善，找到最適合你作品風格和受眾喜好的古腔與現代元素比重。徵求反饋與意見，
創作完成後，不妨向專業人士、同行或目標受眾徵求反饋和意見，根據反饋意見進行進一步的調整和優化，使作品更加完善、更具吸引力。保持開放心態，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保持開放的心態至關重要。不要拘泥於某種固定的創作模式或風格，勇於嘗試新的創作思路和表現手法，不斷探索古康與現代元素融合的新途徑。通過以上方法，你可以在創作中更好地平衡古康與現代元素的比重，創作出既具有傳統韻味又不失現代感的優秀作品。